多謝我哋鄧會長好詳實嘅介紹。鄧會長、各位國際青年商會嘅朋友、各位應屆獲選嘅傑出青年、各位歷屆嘅傑出青年、各位評判團嘅同事、各位嘉賓，大家好。我今年係第4年做國際青年商會舉辦嘅10大傑出青年選舉嘅評判。每年我喺睇過我哋嘅籌備委員會收到嘅申請，仲有我哋德勤會計師樓為我哋整理好嘅一啲參選10大傑青嘅青年人嘅資料，我都好盼望同佢哋見面，因為今年同往年一樣，我哋經過初步遴選嘅同我哋嗰6位評判見面嘅青年人，都係香港嘅子弟，佢哋出身好唔同，佢哋嘅背景好唔同，佢哋嘅事業領域好唔同。有啲人佢平步青雲，一步一步踏到今天呢個台階，事業上有成就。有啲人家境比較寒微，有啲人甚至乎出生嘅時候有一定嘅缺陷，仲有啲人呢喺人生道路上有種種嘅不如意，種種嘅坎坷。但係佢哋都有2個共同嘅特點，一個呢就係佢喺自己嘅領域，通過佢哋自己嘅努力奮鬥，為自己嘅事業創造到相當好嘅成績。另外一點共同點呢，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就係佢喺為自己嘅事業創造成績嘅同時，佢冇忘記社會，佢同時為社會做貢獻。能夠做到其中一點嘅，香港青年人當中相當多；能夠同時做到2點而做得相當出色嘅，呢個呢係好值得我哋珍惜同埋表揚嘅青年人。所以每年我收到資料，仔細睇嗰啲資料之後呢，我都好盼望同呢啲參選嘅青年人見面，同佢哋交談，係賞心樂事嚟嘅。我記得當日呢個星期日，我哋6個評判，我哋坐喺交易廣場頂樓美國會所一個房間，外邊望住維港。當日嘅天色唔係幾好，有啲陰霾，外邊一片灰蒙蒙。但係一個又一個嘅參選人入嚟同我哋交談，我哋每個評判都覺得當日外邊灰蒙蒙，但係室內呢非常陽光。我哋唔單止喺佢哋身上呢了解到佢哋嘅人生歷程，了解到佢哋嘅奮鬥目標，我喺佢哋身上呢都可以睇到我哋香港社會成功嘅縮影。對我哋嚟講，對我哋啲評判嚟講，我哋係深受鼓舞嘅。我哋知道香港呢個地方，我哋各個方面嘅反差好大。我哋喺社會上有相當成功嘅人，喺各個方面，無論係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比較豐足。喺我哋社會當中，亦都有好多不幸嘅人，需要我哋去關顧、去扶持。獲選嘅傑出青年，佢除咗喺自己嘅事業領域創造成績之外呢，佢亦都能夠幫助我哋社會嘅弱勢或者係不幸嘅一群。呢點呢係非常值得我哋肯定同埋表揚嘅。我喺呢度呢非常衷心咁祝賀今年當選嘅嗰10位傑出青年，佢哋嘅每一位。佢哋每一位嘅事蹟呢，一陣間我相信大會會安排向大家介紹。但係呢啲短短嘅片段呢，只不過係佢哋嘅奮鬥嘅一輪半爪。我哋做評判嘅
我哋比較幸運，因為呢，我哋有1日嘅時間同10幾位參選嘅傑出青年人咧交談，跟住呢，我哋嗰6位評判呢係相當一致咁選咗，一陣間嗰10位呢係會亮相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哋嘅事蹟、佢哋嘅睇法嘅青年朋友。香港社會過去嗰幾年呢，往往談及青年人嘅時候，都會有一啲比較負面嘅一啲講法、一啲反應。我認為呢個係完全不必嘅。今年又好，過咗幾年又好，同我哋參選嘅青年人交談，了解佢哋嘅事蹟，又或者喺其他方面，譬如話我哋有傑出中學生選舉。我自己喺大學任校董會主席，好多時候呢有機會同我哋青年學生談話。我認為我哋香港嘅青年人咧係優秀嘅，因為我哋有優秀嘅青年人呢，所以我哋對我哋嘅未來係應該有信心嘅。香港係有希望嘅。喺大家一陣間聽咗我哋嘅當選嘅傑出青年，向大家介紹佢哋嘅心路歷程、佢哋嘅奮鬥事蹟之後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同意我呢個講法。因此非常祝賀佢哋。我喺呢度呢，亦都祝賀佢哋身邊嘅或者佢哋背後嘅每一個支持佢哋、培育佢哋、賞識佢哋嘅導師、父母、佢哋嘅家人。我相信佢哋嘅支持係我哋呢10位傑出青年成功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我亦都非常咧係祝賀佢哋，仲有當然有佢哋嘅提名人。最後呢，我想喺度呢代表我哋另外嗰5位評判，包括今日出席嘅馬時亨教授、黃友嘉博士、張國柱議員，有2位呢今日未克出席嘅查斯美倫議員同埋陳茂波議員。代表佢哋呢，好多謝首先係德勤君雲陳方會計師行為我哋做咗大量嘅細緻嘅準備工作。亦都非常多謝阿 Paul Wu 籌委會主席，剛才鄧會長介紹阿 Paul 嘅時候呢，大家聽到唔知喺邊度好多人好大力咁鼓掌，説明乜嘢呢？佢哋呢個 OC 呢個 Organising Committee 確實呢喺過去嗰幾個月嘅時間裏邊呢做咗非常非常多嘅工作，令到我哋呢個評判團呢喺履行我哋職責嘅時候呢，能夠做到比較圓滿同埋成功。非常多謝大家。